客人因為嚟緊要影 pre-wedding，想展現自己最靚嘅一面，而牙齒睇落整唔整齊白淨都有好大嘅影響。因為客人比較注重外觀，而原生嘅牙齒冇微笑線，門牙比例過大過圓。另外呢隻牙齒睇落去好似凹咗入去咁。重點會係修正牙齒顏色，重新塑造微笑線，用牙貼面改善牙齒內含嘅問題。客人同我哋溝通過後，最終決定喺我哋 Glow Smile 度做牙貼面。我哋先同客人檢查口腔狀況，備牙取模，訂做好牙貼面之後，就會安排試戴，確保客人對牙色同微笑線滿意，再進行安裝。完成之後，客人睇落牙齒白淨整齊，全瓷牙貼面可以做返應有嘅牙齒紋理感，白淨整齊嘅牙齒夠晒上鏡。睇到呢度，你係咪都好想了解更加多牙貼面有關資訊？Glow Smile 嘅牙齒美學微笑線分析報告，幫你深入了解自己嘅牙齒比例、微笑曲線同整體牙齒狀況。我哋會用黃金比例分析，精準測量牙齒比例，打造符合美學標準嘅完美微笑。仲會根據你嘅面型、膚色、五官比例同口腔狀況，即場用電腦模擬牙貼面效果，幫你設計最啱你嘅方案。無論係牙齒矯正、美白定係重建缺失牙齒，我哋都有多種方案，等你輕鬆擁有亮麗笑容。而家過程費用全免，名額有限，額滿即止。有興趣就快啲點擊以下連結啦！